好，来继续来看顶礼拜六发生伫高雄大社的命案。一个21岁少年的不满女朋友的妈妈反对因两人交往，就趁着女朋友甲妈妈到菜市仔买菜的时阵，举刀甲女朋友的妈妈刣死。检警调查有惊人的发现，是这个19岁查囝涉嫌叫男朋友来刣老母，所以向法院申请甲两个人收押核准。也毋过死者的翁婿认为查囝无可能会做这款的代志。啊，这个活斗伫殡仪馆，法医咧做复验的时阵，家属是真悲伤。伫七日殡仪馆这边，法医正咧进行复验，在场家属表情真艰苦。这个案件发生伫13早起8点半，住伫高雄大社区姓王的妇人人，载19岁查某囝到果菜市场要买菜。随后，因查某囝男朋友，也就是21岁姓韩的凶嫌，举水果刀啊刣死，抢救嘛无效。都开始，警方本来当作是凶嫌，是不满这个妇人人反对两人交往，要甲刣。一个调查了，发现讲19岁这个查某囝代志发生前，捌发简讯给这个凶嫌，甲伊讲因老母行踪有准备逃亡。你认为恁查某囝无可能做这个代志？无可能。好。检方将两人列为共犯，向法院申请收押已经准啊。死者翁婿知影讲这个高查囝被列为杀人的共犯，无得接受，认为讲这是判断错误。厝边嘛表示讲，这个妇人人甲因查某囝感情真好，时常做伙咧出入，哪有可能会涉嫌杀因老母？啊，到底真相是啥物？拢望讲检警赶紧调查清楚。